亲爱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咱会当一摆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。愿咱每一摆拢会珍惜。头拄我听到咱教会有一个兄弟离开咱哈，要开始信息进前，咱先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搁再一摆要来敲捶你的面，愿你看阮三个弟弟，愿智慧。坎坷学行，看阮三个弟弟，你是宇宙的主宰，你有阮所需要的一切智慧跟快乐，你嘛是掌管过去跟未来的上帝。今早起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将阮家己未来的道路交伫主你的手里。阮知影人生总是有顺境，嘛有逆境的时阵。我嘛知影人生常常会拄着突然发生的代志是无拍算的，互阮毋知影要安怎做。恳求你继续来引带帮助阮，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仔日的经文，咱就有读到耶稣的学生彼得，伊的心情。就亲像伫咧三温暖相款，一个真欢喜，因为敢若伊一个学生约着耶稣是基督，但是无拍算，耶稣将伊未来要行的道路，较袂妨受害，顶受日价，死3日个活的代志，对伊的门徒来讲的是，较伊门徒的想法完全无共，所以彼得马上。欢迎，叫耶稣毋通安尼做。想想一个代志发生的时，咱的反应拢是咱内心真正的想法，也是咱实在内心的属灵的状况。咱恳求上帝爱赏赐咱智慧，互咱来处理人生中。做无拍算的代志会发生，我毋知影伫你的人生中间，是毋是嘛捌拄过有个人，看你本来非常好，但是你嘛毋知什么时阵得罪伊，伊就无想要插你，甚至冷淡你，佮故意跟别人非常亲热，就是无想要插你。当安尼代志发生的时，咱就紧紧。转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因为伊是绝对无去杀咱的，上界听咱，无条件接纳咱的上帝。今仔耶稣，伊突然出一个考题互伊的学生，伊问这门徒跟对伊3年久，敢知影伊是啥物人？只有彼得回答了正确。接续耶稣就将未来要发生的代志。甲这门徒讲，要互因心里做准备。尤其是这个上勇敢的彼得，跳出来阻止耶稣。伫经文32节，伊安尼写：耶稣明明甲这话甲因讲，彼得就扭着伊，就是耶稣坑伊。第33节随佫讲，耶稣活转来讲。看这门徒就责备彼得讲：“撒旦退我后壁去。”这伫过去我咧看圣经的字面的时，这个画面亲像非常的正常啊。伊非常爱伊的老师啊，所以无爱伊的老师去死。但是当即摆我咧准备讲章的时，才发现彼得坑耶稣这个坑。看耶稣责备彼得，这责备，伫希腊文的原本的意思，拢是相款，就是责备严严的境界，也就是这个画面，无搁再像我过去所想的，安尼只是一个妇人之仁，委婉的坑耶稣，是因两个已经冤家，无欢喜，所以一个代志突然无介意。无下伫咱家己的意思的时，咱心内真正
上界实在元素的想法就会走出来。所以耶稣就责备彼得，讲魔鬼向我后边去，或者是讲魔鬼离开走开。其实耶稣伊毋是无爱彼得，咱若继续读，咱就知影彼得犹原是耶稣上界意爱的门徒，算起来第一、第二名的。但是因为这个过程，互彼得本来敢若伊约着耶稣是基督的时，伊伫属灵的高端上悬的所在，煞摔落去人性的软弱的本质。我相信这毋是敢若彼得一个人的想法，检采嘛是因遮的门徒嘛是袂当思想会到讲耶稣伊会死。因3年前是默默无闻的一群人，3年后，因好不容易个遮尔侪人捌因，因开始要回收遮的迄个果实。无想到耶稣说讲伊要来死3日个活。一个人袂当侍奉两个主，如果体贴肉体，就无法度体贴上帝。所以耶稣就将更较困难的真理，甲遮个门徒讲。伊讲，如果就是咱头拄读的经文34开始，如果有人要跟对我，就爱放杀伊家己，举起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因为遐个想要救家己性命的，反倒要丧失性命；遐个为着我传福音丧失性命的，反倒要得到性命。一个人就是得到全世界，却失去伊家己的性命，安尼有啥物利益呢？咱每一个洗礼将做基督徒的人，咱就爱有一个觉悟。咱既然承认耶稣是救主，那呢，伊就是主人，咱是奴仆。以前咱家己做主，心中迄个宝座，无搁再是咱家己坐伫顶头，是主耶稣爱坐伫顶头。但是咱敢捌想过，咱互耶稣坐偌久的时间？检采有个人是洗礼的时阵，耶稣坐伫个宝座。洗礼了，检采无几分钟离开教会，礼拜堂就搁换伊家己做主啊！就亲像今仔日的彼得相款，一开始伊用真认真听耶稣的交代吩咐，无拍算耶稣甲这个代志讲出来，看伊的无相像，伊就看耶稣弯起来责备耶稣。但是独独搁较清楚上帝心意的，其实就是耶稣。所以咱来真细致，伫迄无拍算的代志来发生的时，咱爱安怎来处理？咱先来看上帝留伫圣经宝贝这本上帝的话内底，写真侪的案例，互咱做咱人生的参考。应该是讲，咱爱按照安尼来行。圣经有一个人，伊的名叫做约瑟。伊本来是伊的老爸上界疼的一个囝儿，无拍算一暝的中间，伊失去所有的厝里的人，连一个都无。伊孤单一个，互人袂去到外国做奴仆。就亲像咱即摆讲的外劳，离开家己的故乡、家己的国家，约瑟互十个阿兄家己卖去埃及做奴隶。伊虽然伤心艰苦行兄，犹原爱去到迄个青分的所在，但是伊心内永远甲上帝掠条条。约瑟伫10几岁的时阵，咱真歹想象10几岁的囡仔，就拄着人生遮尔恶淡淡的事，
但是伊的心中永远将上帝放伫伊的第一位。伊去到外国，认真打拼做工，互伊的头家来看重伊。又搁一个无拍算的代志来发生，就是伊的头家娘煞来偷偷暗恋伊，欣赏伊，看伊少年缘投，搁真有能力，真聪明，就一直想要找机会甲伊挖群。有一摆，头家无伫厝，头家娘想讲：哇，这个好机会，我紧来去找约瑟。就安尼，看约瑟伫遐，两个人扭扭勒勒。但是约瑟，伊知影，伊甘愿得罪人，伊袂使得罪上帝。所以呢，伊就将伊的外衫连垮甲脱落来，互伊的头家娘扭掉咧，伊人嘛爱随时离开迄个诱惑伊的所在。就安尼，伊迄领衫。真做伊性骚扰的证据，就安尼，伊互人，互伊的头家，甲伊关伫个家牢内底。这若真是咱检察咱会感觉无公平，是安怎奈是我？检察有时候小看安尼想，但是伊想了，随马上搁再顺服伫上帝旨意内面。最后，伊因为伊家己掠上帝做第一位，伊毋敢做犯罪的代志。上帝落尾嘛高举伊成做埃及的宰相。常常咱人较用咱家己的方法来解决，莫得罪人，紧紧互伊代志过去就好。不管这个想法是有下伫上帝旨意也无。咱拢袂去考虑伊，总是咱莫受伤就好。用咱人的想法，有当时颠倒甲问题用甲搁较大，而且是未来爱去处理，用搁较侪时间、金钱、体力来处理以后未来的问题。所以圣经有安尼甲咱讲，伫箴言10章20讲，耶和华所赐的福气是互人富有。并且是无加上有烦恼的。当无拍算的代志来发生的时，较合宜的反应是安怎呢？伊的圣经是安尼甲咱讲：第一，咱来看无咱家己；第二，爱举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主。这个看无家己是一世人的功课。也就是咱爱先放下咱家己当时拄着这个代志是迄个艰苦、惊吓、怨恨，无法度接受的，这个想法，拢家己先放落来。嘛莫去想讲啥物对我较有利益，拢先莫去想着咱家己，咱先回转，倒来上帝的面头前。当上帝若显明伊的旨意的时，咱就要决心来顺服伊。约瑟的一生，伊处处地表现出伊顺服上帝安排好伊的环境。相反，教会嘛是一个真好学习训练的所在。要安怎来顺服，要安怎来尊主最大的所在。有的同工一开始真欢喜来参与服侍时，因是非常的单纯。嘛非常的快乐，总是时间若一久的时，因就开始亲像彼得，较爱用家己的计划、家己的想法去做。直到今仔日，彼得伊是安怎开跟耶稣同冲突起来，但是嘛是有真侪同工，我看到因非常的忠心，对上帝所交代因的事工，伫因检查因要开始服侍的时阵，伫厝里已经有发生一寡无爽快的代志，因的心情情绪真歹，或者是心情真沉重，但是伊有缘举起的十字架来服侍主，无论是敬拜、交代，或者是带小组
等等，这拢是一个大先看无家己，先来自信伫基督的心，和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完成上帝对咱的交代，对咱的呼召。举起家己的十字架，跟对主，是毋是只有耶稣需要举十字架？毋是，咱每一个人拢有十字架，不管你是基督徒，毋是基督徒。有的人伊的十字架检查是伫伊的婚姻，有的人是伫咧财务顶面，有的人是伫咧伊的囝儿的学业，或者是亲子关系。有的人是工课拢一直袂顺利，有的人是身体健康出了问题。这个检测更较有济，我无写出来，拢是咱个人的十字架。这代志拢互咱的真烦心，总是咱爱将伊放伫基督中，继续跟对主耶稣，服侍上帝，服侍人。千万毋通亲像有的人，若拄着一寡家己感觉无意爱的代志，就开始听朋友的建议，就去算命，啊无就是去拜因朋友感觉较厉害的神明。有的是受气上帝，就无爱来教会。安尼实在是非常的可惜。就安尼离开了这个宝贵的信仰，按这个永远活的福气花了出去。只有继续跟对主耶稣的人，一直跟对到见伊的面为止的人，才会当看见伊伫咱生命中所属下的稳定、含奇迹、奇妙的作为。伫无拍算的代志发生的时，咱嘛有爱细致含了更较困难的环境。第一就是咱毋通用世界的价值观和追求来成做咱的安全感。伫亲像有的人一生拢咧追求金钱，伊希望伊的银行账本数目字愈来愈大，000的字愈来愈多。有的人是一生拢伫遐追求什么是真爱，有的是伫咧权力和名声的中间伫遐憔悴，用伊一世人的时间。有的人是真看重别人是毋是有欣赏伊、肯定伊、看到伊。某的人是一生拢在追求一个水佮悬的学历，这个拢是真好。总是咱若毋是对听上帝、含服侍人做咱的出发点，咱真正真容易伫咧得到了后，咱却开始败坏，因为这些拢是属地的世界，所以就亲像讲，你得到了全世界，却失去家己的性命，安尼有啥物利益呢？第二是，咱若拄着无拍算的代志发生的时，想要紧紧保佑咱家己的，无想要互上帝做主，有当时咱愈想要得到，等到咱就会失去。我要用3个案例来跟大家分享。第一就是扫罗王，伊想要甲王位继续做王，嘛要甲这王位搁再传承互伊的后生用拿单。就安尼，伊一直用伊的方式，用人的方法，一直追杀大卫。伊想着讲，伊杀死大卫，因囝就会当做王。伊无想着讲，落尾伊含伊的后生，拢战死伫个战场顶头。甚至有当时啊，即使算伊杀死大卫，上帝嘛当兴起另外的人。上帝的方法是超越咱会当想象的。第二，大卫伊抢别人的家后，88
但是伊为着要暗藏伊家己所犯的罪，甚至有可能伊嘛爱伊的民主，伊是一个国王呢。所以伊就互这个巴斯巴的先生乌利亚设计一个计划，互伊去跟敌人相杀，真正个人，这个巴斯巴的先生就死伫个战场。伊想讲伊做甲真好，无人知，无拍算，说真侪人圣经，逐个人拢爱读的。这亲像电视的8点的连续剧的剧情相款。还有一个呢，是最近我看到的，网络顶头写讲，有一个爱尔兰的健身网红莫瑞，伊的体脂敢若5。就是讲，伊的身体拢是肌肉，无啥物肥肉。而且伊阁是一个营养学的硕士。伫去年，伊开始运动了，伊就感觉伊的身体亲像徛袂稳。但是伊永远拢无停止伊这运动的时间和这强度。会当讲，伊已经是买着这个运动。伊休困的时间真少，就安尼无法度扛袂起来过生。圣经甲咱讲，咱凡事拢通好做，总是无拢有利益。就亲像顶面我讲的案例，一个想要得到王位，佮要互因囝得王位的，却连性命都丧失。代表想要暗藏伊家己的罪恶，堪得到这个民主，却完全来失败。这个网红想要爱得到健康，拍拼运动，所以健康堪性命拢无。所以，一个军队做的人，爱定定回倒转来祈求上帝的旨意。亲爱兄弟姊妹。每一个人拢会拄到无拍算的时阵的代志发生，这拢是咧考验咱到底咱的信仰程度到什么所在。咱是属上帝，或者是咱是属世界。每一摆无拍算的代志发生的时，就是咱上好检验咱家己属灵恭敬的状态。基督徒若无敬醒，真紧就会亲像彼得安尼，诚做抵挡上帝的人。感谢主，咱会当对圣经看到彼得，今仔听起来亲像伊真歹，伊嘛失败了真侪摆，也捌3摆无认主耶稣，互耶稣伤心。但是伊无离开耶稣，伊无离开这个信仰，落尾阁诚做坚固伊的兄弟姊妹的照伴，也是耶稣上爱的门徒之一。就亲像箴言24章16节安尼讲：义人虽然伊逐摆跋倒，总是要阁再徛起来，但是灾厄要来毁灭邪恶的人，愿咱大家拢会当诚做上帝欢喜的迄个人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，阮来到你的面头前，搁再一摆要来感谢你。虽然阮的人生确实有侪互阮伤心的代志发生，总是阮要搁再一摆活动来看你的面。阮要相信每一个无拍算会无好的代志发生，拢是有你水的旨意。阮要顺服伫你所安排伫阮的人生中间所发生的一切。阮嘛要学习主耶稣相款，就算是死，阮嘛是要看无家己，顺服上帝你的旨意。
继续来倚靠你，求你赐阮智慧来明白上帝国的价值观，互阮会当因为有你，阮就会当勇敢坚强，继续往头前行。互阮会当真做你所欢喜的囝儿。阮嘛相信，阮所有的好处拢无伫咧你以外。你对阮每一个拢有特殊的安排，看你的计划。阮感谢主，你由阮听阮接纳阮，阮感谢你。祈祷拢是恳求，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